雙魚座嚟緊呢一周，我會睇到 Divine 俾你嘅 suggestion，佢係希望你能夠相信自己嘅能力，睇到自己嘅能力，以自己嘅能力向住目標而向前行。而因為我會感覺到係，只要你能夠去相信自己嘅能力，能夠去到個山頂嘅時候，其實帶到俾你嘅可能係會令到你嘅內在更加滿足，更加豐盛。同時間我亦都會感覺到就係可能當你睇到你自己嘅價值喺邊嘅時候，其實係會令到你更加對於你自己睇你自己係會更加愛你自己咯。因為可能對於某一啲嘅雙魚座嘅朋友仔，過往有一啲時間你係會質疑自己究竟能唔能夠去處理某一啲事情啊，又或者可能係能唔能夠去跨過嗰個障礙，係令到你係質疑你自己嘅。但我會睇到 Divine 係希望雙魚座嘅朋友仔能夠相信自己嘅能力咯，好好去呵護自己咯。我會感覺到可能就係所謂呵護自己就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係有能力去處理任何嘅事情，而我亦都會感覺到可能對於某一啲嘅雙魚座嘅朋友仔，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嘅時候，你會質疑自己，而會令到你有所卻步。但我會睇到係其實人係需要不停去成長，通過你遇到嘅事情、遇到嘅困難、遇到嘅障礙。如果你永遠你唔願意去面對嘅時候，你永遠都跨唔過嗰啲嘅困難。而當你能夠去靠自己嘅能力跨過嗰個困難之後，其實係會令你更加成長，更加會令到你相信自己嘅能力，係當你面對任何嘅事情，你都能夠做得到咯。所以雙魚座，我會感覺到係Divine係希望你能夠好好學懂點樣去我會感覺到係相信自己先，睇到自己嘅能力，冇質疑自己嘅能力咯。OK。